什么人？哦，我是北千岁新北的亲随，名叫小武。北千岁皇旨来贵府，祭典顺一个杨家将，特命小武来后房探望你的伤势。多谢北千岁关心，请你回答北千岁，因为小的上文已经拢总传入了。那安尼我就放心咯。那安尼阮北千岁就放心咯。陆将军，北千岁是特命我来后房，甲你探上文，最重要的是要试探你的心意。我的心意。陆将军，为了有家大金，你该把你还婚姻，千岁表妹要地贫，有意家你别相亲。有听讲叫把贤君，怎奈煞成交家门，不受逼迫难消魂，只好孤比铁棍。虽然家中做几遍，敢讲你幸福也甜言。千岁对你恩惠浅，多如有家的有缘。你若答应会成婚，千岁就去求太君。你那福音不离阮，阮千岁只好回将军。小武啊，一事在心口难讲，并非言巧显恶，莫亏风乱成一动，早有一中美风中。我以为是对啊，毋对啊？是倒一家的姑娘？陆将军，你应该爱坦白甲我讲，我嘛才通好倒去甲阮千岁回答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无想要隐瞒呢。伊是曹爷之妹，郡主查玉霜。实在可惜，阮北千岁辛辛苦苦为你娘家伫咧奔走，伊是毋想要替恁洗刷冤情，到最后嘛，又想要甲恁攀一门亲事，想袂到，你连一点仔面子都拢无互伊。安尼好啦，就算讲阮千岁白为苦心就是嘛，过时，小武。千岁，在吊灵的时阵，老身因为悲伤过度，讲话有较无分寸，就望千岁恕罪。
老太君千万唔通安尼讲，我洪家确实有对不起杨家将。多望千岁海涵，老身就敬千岁甲茶王一杯。老太君请。请。老太君，有一件事本来是无应该伫即个时阵讲，也毋过，这是今晚的代志。加在老太君是一个不拘束世俗之见的人，所以是甚物代志？我看我先回避者。曹王爷，你为什么着爱回避呢？是啊，曹皇帝，你何必回避呢？你甲杨家交情无共，说使老太君若是无答应，你也免歹势嘛。到底是啥物代志呀？本王想要来做一个大媒人呢，因为茶王的小妹君主玉霜想要下嫁玲珑燕娇。多谢茶王爷甲北千岁你的美意，也毋过，阮杨家遭遇遮济不幸的代志，先夫父子。伊死在他乡，尸骨无存，伫这种的情形下，敢有适合办喜事？这我当然是知影，本王也无主张因即时成婚，只是老太君你若是答应，就先互因定亲啦。莫非是老太君去嫌啥物？哪有这落代志呢？听讲君主。伊是美艳绝伦，贤淑无比，老身要哪会讲无介意？只是人郎伊现在下福在身，就暂时委屈灵妹咯。这是当然啦。要若安尼，这件婚事就从安尼决定。老实讲，老太君，因两个人早就已经有见过面咯。伫个燕郊。撇入茶王府的后花园，君主玉霜不但是安抚伊，而且也替伊疗伤啊！因为燕娇，佫是一个真有良心的人，伊无辜负我，毋知北王兄有甲老太君提亲也无？万一老太君若毋答应，是要安怎？你是甚物人啊？哪会来阮后花园？我名叫小虎，是北千岁的亲随。因为太君准备酒宴，伫花厅伫咧款待北千岁。我无代志做，毋只来花园行行咧。哦，你是倒一位啊？我是杨九妹。原来是九姑娘，失敬失敬。不敢当。九姑娘，你哪一个见面就要拍人？本姑娘只是想要试探你，因为我看你无像一个千岁。一定是潘干派来干涉，要来查答阮杨家的消息，对无？毋是，九姑娘，这是你的误会。你若毋相信我是北千岁的亲随，咱会用来去花厅见北千岁啊。东东千岁。
用礼物咯。不敢不敢。对啦，高表在花厅备下酒菜，要款待北千岁甲茶王爷的亲随，你是安怎袂去食酒？我无爱啉酒，我敢若爱收尾尔。这个查甫人无爱食酒，敢若爱收花，这真遗憾嘛。好啊，你毋着紧来食，趁烧啊！对袂？你甲阿娘讲，讲宴落袂，我已经食甲足善。阿哥，安尼也是为了你的身体呢。我的伤运已经好啊，精神也去复原啊。焦离呀，父亲，娘，哦，北千岁超爷，请坐。燕娇，阮是要来甲你讲，你的终身大事已经决定啊，是本王做的媒人。母亲，你已经答应啊？我已经答应，我决定要先互恁大成定亲。啊这，燕娇，以后咱就是同一家人咯。啊千岁，你咧讲的是倒一家的姑娘？拄则人毋是已经讲要甲恁变成一家人啊？啊，你还阁袂明白啊？是查王爷的小妹。啊，是查君主哦。那就奇怪了，小妇是安怎啊？会讲北千岁是要来为因表小妹来说亲呢？表妹，哎呀，焦离，你即嘛是伫咧讲啥物啦？是小妇甲我讲的，北千岁是为伊表妹来说媒的啊。小五，谁是小五啊？北千岁新北的亲随啊。哦，查君主是本王的王妹，还甲表妹嘛是差不多，拢共款啦。娇，你也毋通见怪，若是小五，就是玉霜去打扮的。爽。小啊，什么代志？酒宴已经煞，北千岁要倒转去南清宫啊呢。那安尼，我就赶紧来去追随北千岁。多谢你甲我讲。等呢，杨九妹的本领安怎？你大概捌听过哈？当然知影，将门好礼，本领出众，在下久仰。既然知影我有好本领，那呢你就乖乖答应我两个条件。要若无，你免想要行出这个后悔。无咯，万只是咧，九姑娘，你毋好搁再动骹动手，我也是一个袂晓武功的人啊。莫动手哦。好啦，会用的。要毋过两个条件你都爱答应。好啦，无你讲看卖咧。第一条件听清楚，为你叫声好小姑。第二条件听认错，拜见夫君一步步。
叫八王英，只是不该多言语，写到玉霜淡男女。欺骗旧妹该也好做，了下玉霜只一回，情愿向你写一个，莫再对酒，莫再提。你叫了哦。好啦，会用的。第一个条件我了解你，也毋过我袂迄逐项拢了你啊，所以你一定爱对我来去见阮阿哥，到那尔，行。无咯，九妹啊，我这身躯的打扮，我哪好意思去见因啦？你毋是讲你有见过阮阿哥啊？有咯，拄则迄无共款啊。即摆我的身份已经互人揭穿，而且我又搁订婚，我要哪会好意思去见伊？天母前后门左右门，深受名人感视。阿舅，前门除了8000岁甲查王爷，以及文武百官念香礼仪，其他并无可言。后门哩，阿门除了几名的家属出面，咱就暗中派人监视。阿舅，那真个当放心。小人之徒，中人之事，我一定要将这张被送到谢太君的手中。曹姐姐，曹姐姐，你莫走啊！曹姐姐，我是甲你讲笑的啦，我明仔真是逼你去见阮阿娘甲阿哥咧。姐姐，曹姐姐，因为玉霜并不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，我会女扮男装来恁田父母，我只是关心伊的伤，我无别的原因啦。你讲这话敢若无老实咯？你不只是关心阮阿哥的伤，你关心的代志是迄个8000岁大美人，深受将你的亲事讲成大嫂。你实在，我看你袂搁走去倒位。老爸，你是毋是破病啊？爸，天保姆，我是田伯虎杨九妹，你来田伯虎有啥物代志？我是对五大山来，我有一张被，对杨家真重要，我必须交互杨家。你要交杨家什么人呢？我哩咪，老丈已经死啊！我哩咪，上尾交九妹。迄件事嘢，我哪会相信？也毋过这个老丈临终的时阵，讲这红杯是要送给田伯虎的啦。迄若是你的事，当然我会相信。不过惊死的上帝，所以老丈死有当伤性命来死。这个批有问题，我要摕倒来检查。若是无问题者，当然我会相信。我哩咪。
郡主，曹王爷甲八千岁因先恢复了。这位是我的家庙。拜见老太君。郡主毋免多礼。你若无叫伯伯？九妹，你拄则雄雄公公走入来，好产上有要紧的代志是？对啦，阿娘，咱后回用迄个空地啊吼，有一位甲咱送回来老大人死去呢。伊讲伊死着是对五台山来的，伊还佫讲，迄项批对咱杨家足重要的，所以要当面交互天保府。交天保府什么人？伊还未讲煞就死去啊！批咧！去互搬入去抢去。